下降，所以他们在主日的时候要全台湾1000多间教会去请安，实在人员派不过来。但是我们有很棒，就是有很多退休的牧者哈，他们身体仍然很健康，很有活力哈。所以今天呢，就是由台南神学院的退休牧师，也是教授，我们的郭荣敏教授，他代表玉山神学院哈来这边来请安报告跟讲道。那在讲道前，我2个报告，一个是什么？原来我刚刚第一堂听到说，他退休了，已经年纪大了，还被玉山神学院邀请去玉山神学院教学哈，所以他算是也是玉山神学院的老师，所以他代表神学院很合理的哈。第二个是我在介绍的时候不知道他原来他已经90岁了，算不算？看不看？看不出来哈。那第3个更不简单呢，我们知道他90岁的长辈哈，他当然对台语是最内行的，所以他无论在讲道、在学校讲课都用台语，而且讲得非常的道地。那当知道郭牧师要来我们这边讲道的时候，我就很客气的提醒说：“郭牧师，你讲台语绝对没问题，但是要不要有一堂是华语堂哦？你要不要干脆也讲台语好了？”他说：“没关系，我可以用华语讲。”原来他是去玉山神学院讲习惯的了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没关系，你用台语、华语都合在一起，我们年轻人都会了哈。那我们可以从一位上帝忠心的老仆人，仍然现在活跃他身体能很硬朗，能够为主做工，实在是非常棒的见证他也因为在整个台湾的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体验最深刻，所以他分享的道理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愿神透过他的讲道来分享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把时间很宝贵交给他，我们欢迎郭牧师来分享主的话语，谢谢。来，大家平安。如果我的国语不灵光的话，请大家原谅对了，我们每个礼拜来朝见天父上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惜的这个前面空位置不大下次我来的，如果我又有机会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从前面坐起，这样比较整齐来，台湾是不是一个小国家？是，真的是小国家，比中国差得多了还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惨、更小、更惨，那个叫做以色列。他们的领土大概是我们的2/3，人口大概不上1000万这个民族，小的民族，从有历史以来，小的民族常常会欺压人家，还是被人家欺压？对，台湾也一样，也被人家欺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还有以色列，但古代那些欺负他们的国家，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现在都没有了，是不是？但奇妙的是，以色列还健康存在。以色列的邻邦，他们有大概12亿左右的伊斯兰教跟他们为敌，但是很奇妙的是，以色列怎样？现在很了不起，台湾也差不多。虽然我们有很大的强敌想吞灭我们，但是记得今天的讲道，小国家这个
北以色列已经被灭亡了，在主前第8世纪722年亡国，剩下犹大。犹大这个小国比以色列更小，但是怎样，也被亚述帝国大军压境，把那些小地方都毁灭掉了，剩下只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就是说什么？他们剩下的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些228没有被杀死的，还有恐怖统治时代38年的戒严，我们也留下来。上帝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怎样？往下怎样？往下扎根，还要什么？这一句话，这个信息到今天还适用。好了，那么我们要扎根扎在什么地方？记得哦，中国人是落叶归根。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去美国留学移民，他们享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很幸福。但是他们虽然有美国国籍，但是他们不认同中国，认同哪里？中国。在美国不久又要选举了，他们怎样？他们利用美国的民主去什么？闹美国，叫美国分裂。今天我们就在台湾，我们要怎样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扎根在哪里？新约圣经这个是所有门徒的毕业考试。耶稣把他们带到这个什么约旦河的源流，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那边有什么？从这个绝壁里面滚出了水泉、水泉这个就是约旦河的源流，很有意思。耶稣找他的学生到那个地方去，要从那里走到什么地方？走到耶路撒冷，像约旦河水一样，要流到什么地方？流到死海。这个耶稣是活水，象征的耶稣是活水。他的死要成为什么？要给我们有新生的力量。在这里，耶稣问彼得说：“问学生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我是谁？”这个答案有很多，先知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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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彼得说什么？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记得哦。耶稣说什么？这个不是人可能想出来的，这一定是什么？上帝嘱咐你的。从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要紧的信息：所有的宗教大部分都是自立宗教。要靠着修养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赚到得救。基督教就不大一样了。基督教是什么？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旧约我们
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什么？以色列人发誓要忠实于上帝，守约守法，但是他们都失败，没有成功。连摩西也一样，摩西应该可以带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但是他得罪了上帝。耶和华跟他说：“你煮着磐石就好，水就流出来。”但摩西怎样？被他的百姓吵得心很烦，就用拐杖打石头，这一打不得了。他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重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主为重，所以被处罚。你只能看见迦南地，不能进入迦南地。所以有摩西，才有以色列民族。照样，我们的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成全什么？旧约的 Mission Impossible 无法成就的，在耶稣身上可以成就，变成 Mission Possible。今天我们找马太16章，这个是马太的精华部分，刚好马太的最中央就是16章。在这里，耶稣告诉彼得，赞美的不得了，说教会要建设在你彼得 Petros， 这个希腊文叫做什么？石头的磐石的意思。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这里开始有教会，有信徒，有教会，还有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这个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来，我要怎样？从这里到耶路撒冷。”接下去说了也严重的问题。来，耶稣死在谁的手里？耶稣不是死在流氓、凶恶的敌人的手里，耶稣死在谁的手里？长老。我们有没有长老？在座有没有长老？长老会害死耶稣哦。更要命的是什么？祭司长、大祭司。大祭司为什么会这样子？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欢呼说：“何西阿那，何西阿那，何山那，何山那。”意思就是什么？他就是先知的弥赛亚。弥赛亚来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耶稣进入了圣殿以后，做一件很要不得的事情，做什么？把换钱的桌子换掉，把坏人、祭司的门徒赶出去，说：“你们把上帝的圣殿变成什么？变成走哦，拆修了哦，折哦。你看，
技术有权柄，技术有很好的收入，因为他们人要来献祭啊，结果呢，他技术很要紧的，要把上帝的主意表明在律法，要交给百姓。但是技术怎样？看钱，看现实的利益比上帝更要紧，就怎样堕落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原来我们选长老的目的就是要跟牧师合作，兴旺教会，造就信徒的。但是我们教会里的，我不是讲贵教会哦，我不是讲富强教会哦，先说清楚哦。呀，看牧师不顺眼，就把他赶掉，有没有？我们选长老是要跟牧师合作的，我们选出来的长老变成赶牧师赶掉的，把好的牧师赶掉的，因为牧师要做很多事工，长老偷懒不要做啊，所以呢，把他赶掉，并一位糊里糊涂的、不用工作的、轻盈的啊，来教会掌权这样子啊。还有第三种人就是什么？第三种人说文士，文士就是什么？像我们解释圣经的人，我大概可以当文士了，因为我专门解释为什么文士会堕落，因为他光讲没有做，老师光讲的天花乱坠，都不做，这个叫做无知。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利米22章那个地方就是耶利米告诉优雅敬，你的父亲就是什么？也吃也喝啊，再来就是什么？为穷苦的弟兄姐妹伸冤，维持公平正义，这样子才是真的认识耶和华。记得你在查经班，在教会里面受到牧师很好的教导，但是光欣赏，甚至于骄傲都不做，这个叫做法利赛人。诸位，行出来了。我在教学生的时候说，没有实行的道理不要讲，你讲出来了就要什么？带信徒一起做，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经学士文士的责任就是这样子。教会腐败的就是有这三种人走错了路，才沦亡。这个事情在彼得眼中，彼得听了以后，马上抓住耶稣说：“主啊，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如果我的学生肯为我这样子做，我一定打他100分，因为他爱彼得。有没有爱耶稣？爱得不得了。结果是怎样？耶稣说：“撒旦，撒旦，回去，退去我后面，因为你变成我的绊脚石。”要命不要命啊？
前面的彼得是高材生，后面的彼得变成什么？撒旦。来，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圣经，汉文的圣经说，体贴女主体贴人的事，没有体贴上帝的事。原文的圣经是女主想人的事，女主想人的事，不想上帝的事，所以彼得被责骂。你看，青年人，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追随耶稣，要怎样追随？扎根在彼得磐石上，结果就是什么？要结出牺牲奉献的生活，才能使地上万族因你得福。这是我早晨讲的，在这里为主牺牲生命的会得到生命，照顾爱惜自己生命的会丧失。泽伦斯基有没有？开始战争的时候，美国说：“来，我政治庇护你，请你到美国来。”泽伦斯基他不是希腊正统教会的信徒，他是犹太人，也是什么？也是清教徒精神的犹太人。结果他待下去有没有？今天谁胜利？今天泽伦斯基所领导的乌克兰成功，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台湾人也有3地同胞、同信的信徒，曾圣光是不是？他也到那边去，为什么？为乌克兰战争，乌克兰人战争，伟大不伟大？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耶稣的道理。再来，我们台湾有谁？曹兴诚先生有没有？他体会到了中国是一个流氓国家，专门骗人、窃取别人的科技技术的，他们绝对不讲信用。曹先生、曹董看透了这种事情，他就怎样？落叶生根，对的，落叶生根。不是落叶归根，中国人是落叶归根，永远死守中国。曹兴诚跟在台湾跟我们在一起的许多可爱的中国人、大陆人，落地生根，变成很好的台湾人。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青年人要不怕苦，要经过磨练，要学耶稣的样子，不怕苦。早前我在喝茶的时候，第一堂喝茶完了以后，有一位弟兄他叫做邱永传他拿一个他自己做的这个
工艺品给我他总觉得，因为他没有机会受很好的教育，他总有一点好像很对不起，没有学问等等的是工人阶级的。我告诉他，你做有用的人就够了，有用的人就够了。什么叫做有用的人？服务人家，肯服务人家。青年人，你们在工作要做事情的时候，2件事情很要紧：忠实、信用了忠实对上帝忠实再来就是什么？服务。你有这2个条件，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都会成功，上帝会祝福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愿大家圣灵会帮助我们。耶稣的学生在十字架下，12个学生，这个犹大亲嘴出卖耶稣，班长3次不认耶稣，只剩下那些妇女。耶稣做人做老师，败得一败涂地了。但是要紧的是什么？复活，耶稣复活，再来就有什么？圣灵要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罪与老我与耶稣同属，跟耶稣一起复活，学生就再活起来，我们活起来就变成什么？属地上万族因我们得福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要造福人类的啦，造福世界的啦。圣灵帮助我们，使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Possible， 这是在主里面得胜的秘诀。请大家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机会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变成心造刚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郭牧师严简意赅。